昨个旗下顶一直无转来台湾的柑仔，犹原是检辩攻防的焦点。针对进前被人压了讲郭文铁捌收苗天1000万，郭文铁呢头一摆证实，双方捌伫2023年见面，苗天和一卡箱仔伊歹势拍开，后来这个箱仔和柯志如拖走去，结果交予李文忠。 郭文铁并且强调讲，外界想喊大这个柯志如的角色啊！针对这个案件呢，苗天所属的宗教团体无想要加讲。佛光不是用眼睛看的，用你的灵性看的。伫咧台顶讲佛法，法号五甲苗天先生的恩明量，毋若信众济，佮甲正常名流关系真好，真正互人压出关千万互郭文铁。昨暗时旗下顶郭文铁头一个证实。2023年，因为新故乡协会成立，妙天找柯文哲来到醒吾大楼会面，给了他一个行李箱。柯文哲坚称自己没打开，后来就把箱子交给橘子徐子瑜。根据北检起诉书的内容，苗天先生嘛伫咧金主的名单之一。旗下顶检察官问郭文铁2023年甲苗天见面，敢无摕走1000万的行李箱？郭文铁表示，苗天找我去，互我一个箱仔，我歹势拍开，后来柯志如甲箱仔摕互李文忠。检察官讲问，敢是柯志如摕走1000万？郭文铁敢若回答有，不过了后佫转话题讲柯志如敢若是随行秘书，恁想过放大伊的角色。若后来这条钱，李文忠佫在指示新故乡协会秘书长汇入地库口座，其中800万转手欠伫新故乡协会，200万做协会蓝山来使用。 实际到当时，郭文铁甲苗天会面的办公室，嘛是苗天所属的宗教团体聚会地点。若苗天关千万互郭文铁，柜台人员表示无法度接受访问。就算郭文铁讲柯志如无遮尔重要，不过检方认为沈庆景交予郭文铁1500万，嘛是柯志如过手，可见柯志如对专案的重要性有偌关键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